大家好，我係熟男大叔啊。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蛋白質啦。咁蛋白質究竟係乜嘢？我諗大家都知道啦。咁究竟每一日每一人需要用幾多蛋白質呢？一隻雞蛋就6克。一個成年人、一個老年人、一個運動健將，究竟要食幾多蛋白質？咁另外，我今日想講嘅題目就係究竟大家要食幾多蛋白質？咩先係優質嘅蛋白質？同埋最後點樣攝取蛋白質先係最好？咁人體點解需要蛋白質呢？其實我哋人體嘅結構啦、肌肉、皮膚、頭髮、抗體，甚至啲酵素咧，都要用蛋白質嚟做原料嘅。仲有啲特殊嘅角色嘅蛋白質，佢可以用嚟調節啲荷爾蒙啦，維持身體裏邊嘅酸鹼度。其實大部分嘅蛋白質都可以由人體做組成嘅，不過其中有9種咧，一定要由食物度攝取啦。好啦，咁到我哋講下我哋每日蛋白質嘅需求啦。咁其實有一條公式嘅，咁就係體重啦乘以你嘅活動指數。如果你成日坐嘅，咁你大約每日攝取量咧就係0.8至1 gram per kg 啦。中度活動嘅就大約1.0至1.2 gram per kg 啦。如果你真係一個運動健將嘅，要成日接受啲高強度訓練嘅，咁可以去食到1.4至到2.0 gram per kg 嘅。咁俾個實例大家睇睇啦。如果你係一個70公斤嘅健身者，咁啊大約估計每日食嘅咧就係1.6 gram 啦。咁啊所以 per kg 啦，咁所以你一日咧就大約要食112 gram 每一日啦。好，至於有啲特殊群組啦，譬如銀髮族嘅話咧，需要咧1.2至1.5 gram per kg per day 啦，去預防呢個肌少症。而孕婦咧大約要每一日咧多10至15 gram per day 嘅。咁好啦，咁另外咧就患腎病嘅病人咧，咁其實都要控制總嘅蛋白質嘅攝取量，咁嗰啲就要根據佢醫生嘅指示啦。但係如果長期攝入過多嘅蛋白質咧，都會對腎臟造成損害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下咩叫優質蛋白質啦。其實美國農糧署咧喺2013年咧起用咗一個叫 Diet Score 嘅嘢。咁其實呢個 score 係咩意思呢？其實我諗好簡單啦。對我哋嚟講呢，如果呢個分數越高嘅話呢，即係個蛋白質越高質素，咁我哋越容易吸收得到嘅。好啦，呢個表呢就係我哋一啲實例啦。咁你會見到呢，普遍呢肉類啦或者蛋類呢，其實嗰個 score 係比啲植物類嘅蛋白質呢係容易吸收嘅。咁咧呢個都係動物性同植物性嘅蛋白質嘅特別之處啦。動物性咧佢有完整嘅氨基酸啦，但係你都要注意佢個飽和脂肪比較多啦。咁植物性咧佢可能每一隻都會缺少1至2種嘅氨基酸嘅。咁但係佢哋可以透過互補嘅技巧咧，令到一個完全嘅蛋白質都可以實現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一講個實踐指南啦。其實咧，我哋要將每日嘅吸收嘅蛋白質咧分成幾餐食嘅，最好就大約3至5餐啦。咁每餐咧最好就喺20至40克以內，因為咧其實研究顯示咧，如果均衡攝取咧，比集中起一餐咧更有利嘅肌肉嘅合成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咧，如果我哋做運動前後30分鐘裏邊補充蛋白質咧，呢啲都係黃金時間嚟嘅。咁佢有助我哋嘅肌肉嘅修復同埋組成嘅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